据德国之声2日报道，加拿大众议院2月1日以322票对0票一致投票通过了由自由党议员祖比利发起的动议，提议加拿大政府从2024年开始，在2年内安置1万名维吾尔难民。该动议还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认出逃的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难民是因为面临中共的迫害和恐吓，无法返回故乡。该提案虽不具行政约束力，但可能迫使加拿大总理杜伦道的少数派政府采取行动。祖比利表示，总理杜伦道和他的内阁支持该动议，表明政府有意实现此目标。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部长福瑞则对此表示，加拿大始终尽其所能帮助那些需要保护的人，致力于与各方成员合作，推动众议院通过的动议中概述的所有措施。目前，中国至少有4个省份取消了生育登记的结婚限制，女性权益和结婚保障受到了严重威胁，引发了舆论强烈的反弹。澎湃新闻2月2日报道，四川、陕西、广东、福建等4个省份已放宽了生育登记结婚的限制，安徽也提出了拟放宽生育登记限制的条例。此外，上述4个省份均支持非婚生子的落户。四川省卫健委1月28日对2019年出台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进行了修订，从2月15日起取消了对生育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例。有网友警告，这个政策对婚姻制度、男女情感婚恋会带来巨大的变革，未来中国会全面推进，根本无从改变。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出台的违背伦理道德的生育政策是因为人口危机造成的。中共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人口状况调查显示，伴随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加快，中国人口出生率60年来首次出现了下降。截止2022年底，新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85万人。中国最顶尖的核武器研究机构早在1997年就被列入了美国出口的黑名单中，但是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仍然设法购买了英特尔和英伟达等美国公司生产的芯片。日前，美国媒体曝光了此事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惕。1月29日，《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中国的核武器研发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2020年至今成功绕过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至少有12次采购到了由英特尔和英伟达等美国公司生产的半导体高阶晶片。中共这样的采购行为违反了美国政策。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大力遏制中共在人工智慧和超级电脑领域的发展，限制中共取得美国的先进晶片和晶片生产工具。在上周，荷兰、日本和美国达成了协议，将共同加强对中国获得晶片技术的限制。1月31日，维权网发布了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阅读报告。报告通过实名统计，有死刑正在核准、死缓、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刑期不详以及羁押未判等进行了统计，共涉及了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族裔政治犯和良心犯1477人。维权网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境况是其最重要的人权指标之一。该报告通过定期统计和发布最新信息，揭示中共当局恶劣的人权状况与良心犯、政治犯的悲惨处境，力求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记忆，并予以持续不断的关注和呼吁，制止他们获得自由。